嗨，你好啊，我係阿南，一個中意研究日本文化、學日文同新科技嘅人，成日會留意下有咩新動畫、新 app 或者啲日本潮流小物。我自己都係學緊日文，所以都會喺度分享下學習心得。如果你都對日本有興趣，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咯。每條片我都會分享一啲你未必知，但係一定會用得着嘅資訊。第一樣會講嘢嘅自動販賣機人臉識別，推薦飲品。呢部由日本 NEC 同飲料公司大都 Drinko 合作研發嘅人臉識別自動販賣機，用戶只需預先註冊面部資料同信用卡資訊，就可以喺販賣機前透過人臉識別進行購買，無需攜帶現金或者卡片。而家呢項技術已經喺新宿、涉谷等地區都進行緊試驗。呢部機真係幾型㗎！你企喺前邊，佢會自動掃你個樣，跟住用 AI 推薦你應該飲咩飲品。如果你成日飲運動飲品，佢會記住，下次會再推薦翻俾你。有啲仲會用動漫角色聲線講：今日咁熱，試下呢杯凍柚子梳打啦。成件事好有未來都市感覺。佢新宿、涉谷都已經見到，行開嗰頭不妨去揾下佢哋啦。第二樣，我第一眼見到以為係 ATM 機，原來係部拉麵販賣機，成部好似 ATM 咁大，但入邊係真拉麵嘅，熱辣辣出嚟嗰種。落單之後，機器會自動加熱湯底，將麵撈好，仲會幫你整齊擺好配料，全部喺入面1分鐘內完成嘅。有啲放咗喺羽田機場、大學入面，夜晚嘅鋪頭開都可以食到拉麵，好方便。第三樣，智能廁所聲控，有香氣散發出嚟，仲會自動開蓋添。呢個係由日本財團 Nippon Foundation 發起嘅 The Tokyo Toilet 東京公廁計劃嘅作品 Hi Toilet 嘅一個公共廁所。呢個係完全靠聲音啟動嘅廁所，從門把、水龍頭、沖水手把同廁所裏邊按鍵都係靠聲音控制。而且建築師 Hideaki Kubo 利用球形設計嘅廁所結構，有效幫助通風，排出難聞氣味。喺進入 Hi Toilet 之前，都必須先利用智慧型手機掃描熒幕上嘅 QR code 先會開門。Hi Toilet, close the door. Hi Toilet, play music. Hi Toilet, stop music. Open the door. 最近去過日本旅行嘅朋友都應該發現，日本政府而家全面推行咗一套人面識別嘅入境系統。2025年4月1日起，日本政府正式實施咗自助通關系統，無論係掃護照、打指模，都全程唔使同職員講嘢，只要照住以下步驟就可以入境啦。而且呢個系統亦都延伸到日本車站上，就嚟一齊睇下呢個系統係點運作啦。
利用自助通關機之前，其實第一步就係要預先填好 Visit Japan Web 嘅資料，然後系統會生成一個 QR code。呢幾年有去過日本旅行嘅朋友，相信都知道點搞，應該唔陌生啦。我喺度就唔詳細逐步各步講解。一落機，我就跟住指示嚟到日本機場嘅入境大堂，行冇幾耐就見到一排自助申報機排晒喺前面，拎起手機打開 Visit Japan Web， 掃咗個 QR code 之後放埋個 passport 落去掃，再對齊資料，就會進行人面識別同鑑別指模動作，跟住指示做就得。完成之後，跟住就行入一條特別通道，再經審查區域 show passports 俾海關人員嘅，就可以通過。去到盡頭會見到一部自動閘機，我只要企喺度望一望，鏡頭就會掃我個樣，再對一對護照上嘅資料，閘門就打開，真係勁快。入境搞掂之後，我就直接行去拎行李，根據航班號碼揾翻我個轉盤，行李一拎就可以直接出大堂。整個入境過程唔使5分鐘，成個流程都係全自助，冇接觸，冇紙張，冇等候，勁方便。NEC の顔認証で楽々入国手続き。もっとスムーズで快適な旅を。係邁向智慧城市嘅道路上，日本大阪地鐵率先引入咗人面識別驗票系統，為旅客帶嚟更便捷、更高效嘅搭乘體驗。呢項創新技術目前已經於部分主要車站如梅田站先行引入，為乘客提供無需車票、無需手機掃描嘅免接觸過閘方式。人面識別系統顧名思義係一種透過攝像頭即時掃描旅客面部特徵與事先登錄嘅乘車資料比對，完成身份驗證與通關嘅系統。如果要搭乘大阪地鐵要使用閘面進站，必須事前到大阪地鐵 App eMetro 註冊上傳照片。首先係網上先註冊會員登入，跟住係 eMetro 上進行面部影像註冊，即時拍攝或上傳個人頭像照片，並透過 App 嚟購買電子乘車票券。係使用電子乘車票券時，點擊使用人臉識別入閘選項，即可入閘。至於好多人擔心嘅私隱問題，大阪地鐵強調喺門上嘅人臉識別相機雖然會處於持續運作嘅狀態，但唔會進行錄影。一旦攝影機辨識到乘客面部特徵，資料就會被轉換，同 server 預先註冊嘅資訊進行比對成功之後，相關資料亦都會立即被刪除，以確保乘客嘅私隱安全。大阪作為2025年世界博覽會主辦城市，預計將會有更多車站鋪設人面識別系統，並與飯店、機場接駁巴士等旅遊設施整合，實現全旅程智慧通行。繼大阪地鐵人面識別自動閘機之後，
京成電鐵亦都於成田機場至東京市中心嘅特快列車 Skyliner 推出咗人面識別驗票系統，為外國旅客與本地通勤者提供更智慧、冇接觸嘅搭乘體驗。東京 Skyliner 今年1月底正式引入人臉識別進站方式，無需排隊購票或者等待換票，旅客只需於網上購票時上傳照片，就可以喺到達車站時掃描人臉進站，省去繁瑣程序，大幅提高效率。而且一人仲可以最多幫8個人買飛，但係要注意，只適用於4個車站。大家申請嘅時候收到官方電郵之後，可以直接到連結付款同拍攝頭像。如唔滿意拍攝效果，可以反覆重拍，確保上傳嘅照片符合使用要求。完成註冊之後，旅客會收到確認郵件，顯示購票成功。目前人臉識別僅適用於單程車飛，回程票需再次購買並重新拍攝照片。擁有人臉識別票嘅旅客可直接走京成電鐵藍色標誌寫有 Skyliner 嘅通道，沿住有小熒幕嘅路走到人面識別系統進閘。進入後票口會出一張紙本車飛，票上面印有班次、車廂及座位號碼詳細資訊。抵達目的地之後，旅客只需將紙本車飛交返俾站務員，整段行程便順利完成。私は永遠が何か知っている。私が好きなものは不変、完璧な状態で永遠に変わらないこと。霞の呼吸、死の型。虫の呼吸蝶の舞、蛇の呼吸、一の型。恋の呼吸五の型、水の呼吸、三の型。風の呼吸、七の型。日の神神楽、8日たつ。鬼滅之刃無限城篇第一章終於決定咗8月14號正式喺香港上映，正式揭開鬼殺隊全面突入無限城同埋無慘上弦等角色，展開最終生死對決。坊間有傳話電影版呢3部曲未必會涵蓋得晒成個無限城之戰嘅劇情，姑勿論坊間傳言屬真屬假，我哋就當佢會係呢3集完全交代晒成個無限城嘅劇情發展。第一章依照大多數外面嘅人猜測，比較多人覺得第一部會係遇上上弦6同上弦3，第二部上弦2，第三部上弦1。但係問題係炭治郎係聽到熔鴉報告蝴蝶忍死鬥而亡之後，先至會遇到上弦3。換言之，就係蝴蝶忍呢部分會放喺第一部係比較合理。至於上弦1嘅黑死謀，個人認為理應擺喺第二部會好啲，因為無慘之戰實在太多嘢講，用一集講無慘已經好悶，如果再夾硬加少少黑死謀嘅劇情落去，根本就講唔晒。另一方面，因為月史郎喺治療善逸嘅時候感知到炭治郎佢哋會遇上二鍋座，咁以電影時長關係，又未必講得晒二鍋座之戰。以無限列車篇劇場版為例，電影時長一共要1小時56分鐘多。如果係唔刪減嘅情況之下，要將忍、善逸、二鍋座全部塞晒喺一部曲度，咁可能就需要至少2個鐘以上，甚至更長嘅播映時間。但係以日本動畫電影慣例，未必會為咗咁樣而特登做咁長時間，所以係時間限制之下，個人認為上弦3嘅二鍋座一半劇情可能會放喺第一部末段，另一半係第二部繼續。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都滿意我第一集嘅內容。
日後我會為大家講多啲唔同範疇嘅主題，發掘多啲自己中意但又覺得有趣嘅事物，同大家分享。有興趣繼續留意日後嘅影片，請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多謝大家嘅收睇，再見。羽ばいだ暗いちぐるきで君と出会ったその瞬間にここがときもきがかってやがのない夜の春の視界君の視線に奪をまかかる君の視線に魔法が桜の下で永遠よ誓う偶然感を忘れ